係乖女啦，入去啦。我哋唔想小朋友坐定定，淨係聽老師講書，希望佢哋可以自由自在咁探索學習。所以學校採用區隔活動教學法，俾小朋友可以自由探索。課室入面設置咗唔同嘅區隔，例如語言、創作、社會、建構、探索同埋操作遊戲區，俾小朋友可以全方位嘅發展同埋學習。呢度好似遊樂場咁㗎，有好多特別嘅設施，好好玩㗎。我哋學校有超多圖書館，我哋成日都睇㗎。我哋學校係推行繪本教學嘅，我哋希望透過繪本教學，可以培養小朋友嘅閱讀興趣同埋習慣，提升佢哋嘅語言能力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會透過多元化嘅延伸活動，去促進返小朋友6大範疇嘅發展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會融合正向教育活動，去培養小朋友懂得感恩、珍惜、積極樂觀嘅態度。我係升旗隊成員劉梓彤，學校每個星期都有升旗儀式。大家好，我係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何彩燕校長。我哋學校40年都係秉承住以孩子為本、以孩子為先嘅理念，提供與時並進、專業優質嘅課程，去提升小朋友唔同嘅學習。我哋學校採用區隔活動式教學，希望突破傳統嘅教學模式，強調俾小朋友自由選擇、自由探索、自由遊戲，以開心趣味嘅方法，促進幼兒語言、社交、動手操作各個唔同方面嘅能力。我哋亦都會好重視小朋友嘅體能發展，特別係體能區，我哋設置咗感知遊戲大本營，入面提供高質量同埋係新型嘅體能嘅設施，提升小朋友嘅身體嘅機能。另外，我哋嘅老師全部都係好有愛心，亦都好了解每個小朋友嘅發展嘅狀況，會緊密咁去跟進，並且係同家長時常都係保持一個緊密嘅聯繫溝通。我哋係抱住精益求精、創新嘅精神，不斷去調整、去改善我哋嘅教學方法同埋我哋嘅策略，希望可以適應唔同小朋友嘅學習需要。我哋都希望家長能夠放心，將小朋友嘅學習成長交俾我哋啦。